来关心股市消息，台股金龙年今日头一个交易日呢，一飞冲天，开悬佮走悬行悬。因讲是指数到盘中上悬点到偌济，18725.47点，这是创下历史上的新高点。收盘起偌济548点，指数到18644.57点。台积电佮补起，这早起去超过9%，嘛到709块这个历史的新高点。分析家认为讲啊，这个因为过年期间后期美国这个股市呢反弹，加上呢消费者物价指数公布了，本来大家烦恼讲钱会变薄，也无无即款的烦恼啊。若是讲照这个经济发展，龙年会真乐观。在深夜，彭元宝提出两个往来，留在跳价关，为金龙年正悬的市场求一个好彩头。台股今仔日第一个交易日开盘1分钟内，就去超过600点。台股金龙年以18664点开盘，比去年封关去568点，早盘上悬阁升到18729点，去629点，创下新高的纪录。其中的大功臣护国神山台积电，今仔日开盘价709块，创下历史的高点，挖进起停板的710块，期待更加是冲破18条新台票。来看这个盘面，电通、电机、金融等等，嘛是一片红光光。那台股未来各将会打造护国群山。数位、云端、永续的这样子绿能的产业，还有我们的生技的3大方向，私人的这些投资机构能够将我们的这些的资金呢引流到我们所谓的这3大产业的聚落里面来。专家也分析讲，台股的表现会这么好，是因为旧历的春节休市期间，美国反攻，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发布了后，通货膨胀的烦恼已经消失。道琼工业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分别是去151点和203点，费城半导体指数是去1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去47点，嘛增加台股发挥的力头。台股封关的这段时间呢，美国的科技股是大涨的，不然也是以科技股为主，尤其是半导体，其中的 AI 是特别的强项。我想对今年龙年的整体的看法，我们是非常乐观的。股市的表现，让投资人真欢喜。金管会和证交所又完是提醒，今年当着经济国界大选，增加政策的不确定性，加上地缘政治影响，嘛是咧挑战全球经济。投资进前也是爱保持谨慎。嗨，大家好，我是颖彤。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